太陽計劃2010超級太陽使者古巨基。機仔。Hello， 古 Sir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。Good afternoon, sir。Hello。古 Sir， 古 Sir， 究竟你係幾時發現自己有畫畫呢方面嘅潛能嘅咧？係琴日嘅。琴日應該冇咁快嘅，早少少係嘛？係我諗3幾歲嘅時候已經開始㗎啦。嗰陣時咧就係即係通常 BB 仔啊，或者好細好丁呆嘅小朋友咧。係。嗱，今日阿古 Sir 嚟到咧，咁啊除咗係畫咗隻龜俾我哋之外咧，我仲知道你一陣間咧會同我哋一班嘅校園藝術大使合作，係有一個嘅係演唱㗎噃。冇錯。你之前都有練習過，有咩感受咧？同我哋啲校園藝術大使一齊合作。感受同一班即係同自己差唔多年紀嘅年輕人啦嚇，一齊去合作。睇得出。係覺得即係好開心，即係大家好容易溝通啊，因為年紀相若啦咁嚇。咁啊我諗遲啲我哋都會約去打波啊，嗰啲係啊游水啊嗰啲咁嘅。仲有現場600幾位嘅藝術大使啦，又係差唔多年紀，咁但係佢哋冇機會今次咧同你一齊合作，有冇啲打氣嘅説話俾佢哋咧？希望大家即係捉住自己嘅夢想，因為我細個咧都有一個夢想，就係關於美術嘅。咁慢慢成長之後咧，可能因為其他嘅工作關係，可能會有陣時有啲時間忽略咗，但係冇忘記到原來仲袋喺袋嘅。咁所以咧，終有一天咧可以將自己嘅夢想達成。如果你中意乜嘢，包括藝術又好，或者其他嘅你中意嘅項目都好，記住捉住喺手，到你大個嘅時候都唔好放開佢。